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mes 啊。今日嚟到將軍澳中心，同大家睇過兩房嘅單位。咁將軍澳中心咧就鄰近將軍澳站啦，樓下商場接駁多一個區內嘅商場嘅。我哋即刻睇下呢個單位啊！同大家睇下呢個單位，門口嘅右手邊就係洗手間，出翻嚟咧就係客飯廳。呢個單位咧屬於一個內園嘅單位嘅，會望翻內園。廚房咧都好實用噶喎。跟住望下啲房間，呢個第一個房間嚟嘅，做咗啲家私，有個大櫃同埋一張床。另外一個房咧就做咗書房，相信咧亦都可以做一個客房嘅。好啦，呢個單位就同大家睇完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揾翻我 James 啦，拜拜。